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7篇，箴言第2章第9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远离恶。基督徒应当追求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来源。领受救恩的生命，就必须要有能够活出新的生命。因为圣灵是创造的力量，借着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。这新的生命就是要让我们来亲近上帝，认识上帝，跟随上帝。箴言第2章第9节到15节告诉我们：你若听从我，就会明白什么是诚实、公平、正直，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做的。你会成为明智的人，而知识会使你欢愉。你的远见会维护你，悟性会保护你，使你不至于做错事，并使你远离那些以口舌惹是生非的人，远离那些背弃正道、生活在黑暗中、喜欢作恶、以邪恶为乐、走弯曲道路、不可信赖的人。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要认识上帝，明白上帝的公义、公正，然后以上帝的智慧帮助我们自己努力的脱离凶恶，走入主的光明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去旧换新。他说：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样的新生命就要如同圣经的要求，必须要远离背弃正道，在黑暗里的生活，不喜欢作恶，脱离邪恶，要离开弯曲的道路。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到了耶利哥城以后，遇到了一位犹太人认为的罪人撒该。耶稣基督告诉他：今天我要住你家。经文记载这一段短而精彩的过程。耶稣进耶利哥城，正要从那城经过，当地有一个税务长，名叫撒该，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。撒该很想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，可是他身材矮小，在人群中无法看到耶稣。于是他跑在大家的前头，爬上一棵杉树，要看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就要从这条路经过。耶稣走到那地方，抬头看撒该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撒该急忙下来，非常高兴地接待耶稣。大家都看见，都埋怨说：这个人居然到罪人家里去做客。撒该起来对主说：主啊，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。如果我诈欺过谁，我就还他4倍。耶稣对他说：今天救恩到这家了，因为这个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。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撒该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主进入他的家，他的生命之后，他完全的改变了。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，他努力的脱离凶恶的道路，并且马上实践了爱人的诫命，这值得我们学习。诗篇67篇，
上帝啊，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以仁慈待我们，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，万国知道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人人颂赞你，愿万国万民都颂赞你，愿万国欣喜欢呼，因为你以公义审判万民，你带领世上各国。上帝啊，愿人人颂赞你，愿万民都称颂你。土地生产谷物，上帝，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，上帝赐福给我们，愿天下万民都敬畏他。感谢上帝赐下圣灵，不但使我们能够脱离困境，更让我们领受新的生命。恳求主帮助我们以你的智慧来过生活，脱离凶恶，脱离弯曲的道路，走向光明的正道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